咁好多謝今日都見到好多唔同範疇嘅企業喺度啦。咁大部分都係一啲俾我哋香港企業提供服務一啲企業供應商。咁而第一線其實就早啱啱頭先得獎嗰位partner，其實我哋係1999年成立，咁今年係26年，咁總部都係香港，係一間香港嘅公司，全力其實係提供我哋香港企業全球網絡嘅一個服務供應商。係啊，咁頭先胡小姐胡專員亦都講咗，我哋其實嚟緊 AI 都會有一啲政府亦都有啲立例，有一啲規格俾到我哋唔同 AI 服務供應商去做一啲指引嘅。咁其實喺我哋第一線，亦都喺今年咧好榮幸咧，都係攞咗第一個ISO 42001喺 AI Management System 呢一個範疇做咗個認證。咁因為我哋都相信 AI 其實大家都會喺度一個好 hot 嘅 topic，但係點樣去用、點樣去管理、點樣去開發、點樣去提供服務，其實呢個都可能要有待咁多年落去嘅一個驗證，去做一個標準。所以點解我哋都首先去喺香港第一個服務整合供應商而考取一個認證，去早少少去喺我哋提供服務嘅同時，都因應國際嘅標準去提供我哋嘅一站式服務。好，咁再次多謝資本集戰頒呢個獎俾我哋，咁亦都令到我哋第一線喺 AI 呢個嶄新技術上面咧得到一個鼓舞同埋一個認同。多謝晒。